文化部主办鼓励创作者以多元方式来创作的金音创作奖哦，昨公布入选的名单，有不少用台语创作的本土创作者是受到肯定。 这条以恒春地区的民间信仰八宝公主传说做主题的歌曲，是乐团董金星的作品。第14届金音创作奖，因是入围最佳另类流行歌曲奖，甲最佳现场演出奖。我这支喙实在真宝贵，一出是我一开嘴，口甲医生护士拢嘴开开。 另外，台语歌手邵大伦伫2023年大港开唱的演出，也入围最佳现场演出奖。也有一台语的创作者拢伫金音奖入围记者会传出好消息，亲像以台语 rap 出名的阿夸曼入围最佳现场演出奖。乐团未会去以台语创作《人间条件》入围最佳摇滚歌曲。台语女歌手周雅文是以《金》这张专辑入围最佳另类流行专辑奖。因为去年是疫情的创作爆发期嘛，那今年比较像是疫情的尾端，但是那个创作能量似乎没有减弱的趋势。今年就是非常多的合作的作品出现，很多新的跨界，就是曲风的跨曲风的尝试。 然后这类的作品都蛮多的。这摆的金音奖有3634件来自世界各国的作品参赛，后尾竞出102件作品入围，争取21个奖项。金音奖本来就是从音乐曲风去分类的一个奖项嘛，本来就会相对玩得更不受限一点吧。我觉得这个也是金音奖的活力展现的地方。 金音奖是文化部主办的奖，鼓励音乐人以多元的方式来创作。参金曲奖无同的，金音奖有摇滚、民谣、电影等等音乐风格来分类奖项，展现多元。第14届金音奖颁奖典礼10月28，特别伫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办。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。